所以贫大夫教授就是讲，迄贫大人毛病特别多啦，麻烦特别多啦骨力人直直做起佫袂甲咱找麻烦的所以你若去请着迄个贫大人哇，伊拢安尼借一个小可代志，都要甲你请假，就讲伊要创啥，伊要创啥一寡工课则无办法做好咧所以这个圣经的箴言21章25节有伫讲贫大人的心愿将伊杀害啊，意思就是讲贫大人伊无爱努力打拼，等于是自杀同款，无前途啦。这个贫大人实在无前途啦所以咱人活着日子讲起就是爱正经来做咱正经的事业同时咱也应该知影讲咱的本分是啥物咱的工作，咱的职分是啥物来做咱该做。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恁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有缘邀请到赖英武传道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分享演语的智慧。赖传道你好，大家拢平安，大家好。今日要来请教赖传道，第一句是慢牛食落水，这句话什么意思？慢牛食落水这意思是你甲咱讲牛有的人饲真济着牛总是喙大要甲带到这个溪里去啉水有的牛就真乖主人要甲带我行真紧就去静直直行行到溪里伊看着溪水遐尼清遐尼水，伊落去溪里伊就开始食水摆喺后壁才会牛无啥物咧专心慢慢行慢慢行去到遐个时阵，人静遐个牛掉落这个水内为这水甲吞甲倒落伊即嘛无清水通好食啦都爱食落水这句话是你甲咱讲世间有的人做代志真认真真积极因为真打拼真容易成功会当得到真好的效果啦有的人都贫惰啦无要无紧啦一天过一天啦敢若摆喺后壁迄牛共款。你想要来得到好的物件的时阵呢，发现讲已经互别人得去你要来得到这好的物件，发现讲即嘛已经无机会啦。他这个慢牛来，你要食这清水已经食无变做食落水你就想慢慢吞吞慢人一骹步慢人一拍你哪会得到啥？趁钱嘛共款有的这个事业也无人做，咱来做结果趁真济钱。但是当你安尼慢慢来想要缀人做的时阵，人钱已经趁去你已经无机会啦。所以慢牛就食落水，所以做人都爱较打拼，较努力的啦。是。搁一句话安尼讲，一日走拍拍，一暝点灯蜡，这句话安那？一日走拍拍一暝点灯蜡这句话是你甲咱讲有的人实在是安尼，只是无要读册这个学生就是说我要无认真读册暗时这点大只火要来读册有的只是光光好要做代志真方便偏偏不爱做去佚佗走拍拍就拢去佚佗啦暗时再来赶夜班因为明仔载人要迟啦这个代志爱交互别人要怎样才好，所以一日走拍拍去这时要佚佗这个方便的时候你不爱利用偏偏你到暗暝的时阵无方便的时阵你为着爱应付明仔载所以你不得不都爱要打拼所以有一句话讲平时不努力临时不卡啦有的人就是讲我还不爱读册插伊但是你要考试就交无办法紧张一日拜因的神讲迄神你都要考较好呢，都要考掉大学呢已经成办啦所以这也互咱想到另外一句
吼，嘿，讲少壮不努力，哦多代多相比吼。少壮不努力，少年的时阵歹拍拼，老大就多相比吼，就是讲到老来迄阵已经伤慢啦，迄阵才咧后悔吼，真悲伤无路用啦吼。所以圣经伊所书5章遐嘛咧甲咱讲是。讲你都要爱惜光阴啦，即做人就是爱惜光阴，光阴就是时间就是咱的生命所以今日咱咧有时间会当做真美好的代志，对咱家己、对咱的厝内、对咱的国家有帮助的代志，咱要赶紧做，唔通等到咱都老还是讲咱都破病咱都无时间才要做，就伤慢所以读册囡仔就是要趁少年来读，记会得较好，佫有时间咱认真来读册。将来对咱的帮助就非常的大绝对唔通一日走拍拍，一暝在点灯啦。搁一句讲，牛无牵过溪，屎就唔完棒，这啥意思？这句话听到安尼趣味牛无牵过溪屎就就完棒。咱在这个婚姻关遐一个过去有一个旧名叫做牛寮港的所在牛寮港，为什么叫牛的寮？因为遐无桥嘛做是人住在这个港的这边啦，要去迄边的产地去种作的时阵咱发现讲无办法啦，无桥无桥变怎？都要将这只牛甲牵过这个牛寮港这个溪才会当去到对面的迄个产地去耕作但是这个牛透早起来，咱当然做这主人想讲恁带着紧放放，我要带你来做工但是想尽办法要等伊大小便这牛拢无即摆将牛一牵到这个水内时阵，水一个冷见冷屎尿拢出来所以为什么叫做牛寮港？就是讲这款牛的屎尿拢放伫这个港但是这个名真歹听这牛寮港即摆改名叫做成龙啦成龙就出名这电影的名啦因为即摆遐已经有桥啦所以这是你甲咱讲讲贫惰的人若无安尼拄着代志伊就袂紧张啦唔肯事先去准备妥当啦时到日到这你紧张要死咯，一定要安怎做咯，要定安怎做咯其实拢伤慢所以咱拄迄句嘛是讲一日走拍拍，一暝就点灯啦这牛若无牵过溪，伊就屎尿唔愿放无拄着代志，伊都袂紧张，伊都无要努力，无要拍拼，无要认真，无要做应该做的事啦。是所以这就真无应该。共款伫这种演义内底讲搬大牛搞屎尿，这层无错不？对啦，这贫大牛搞屎尿这是你甲咱讲迄牛有诶无啥要认真做啦你小等就讲就停诶，伊就带你放屎尿安尼有诶牛拖车拖到一半车伊也袂叮当，就是放屎尿啦所以这贫大牛搞屎尿意思贫大牛食着这大小便诶时阵会当休困所以贫大牛搞屎尿是讲迄贫大人毛病特别多啦麻烦特别多啦若骨仔人直直做起佫袂甲咱找麻烦的所以你若去请着迄个贫大人伊拢安尼食一个小可代志，都要甲你请假，就讲伊要创啥，伊要创啥一寡工课则无办法做好咧所以这个圣经的箴言21章的25节有伫讲贫大人的心愿将伊杀害意思就是讲贫大人伊无爱努力拍拼等于是自杀同款，无前途啦！这个贫大人实在无前途啦所以咱人活着日子讲起来就是爱正经来做咱正经的事业同时咱也应该知影讲咱的本分是啥物咱的工作，咱的职分是啥物来做咱该做的事。是，所以今日真感谢这个赖探长，伊用着伊这种真咱台湾人这种智慧讲起来伊是捌真济视野真宽。所以真感谢伊安尼今日甲咱讲了这那济的演义，万牛食落水，一日走拍拍，一暝点灯啦。牛无牵过溪，屎尿唔愿放，搬大牛搞屎尿。这几句演义，甲咱延伸一寡有关做人行事、甲工作各方面的一寡经验甲智慧。真感谢赖探长。愿最后说祝恁平安健康，各位努力拍拼做一个正经的代志。非常的成功。是。
稣主爱陪阮一生，你是世间上好的朋友。耶稣主爱唔通袂弃，有你做伙真好。啊，世间苦难是一件一件来，风雨暗暝无线。啊，世间朋友是一个一个去，耶稣拢无放弃。耶稣，耶稣，你是听阮的真心。耶稣，耶稣。就真欢喜。耶稣主爱陪阮一生，你是世间上好的朋友。耶稣主爱唔通袂弃，有你做伙真好。啊，世间苦难是一件一件来。风雨暗暝无线，啊，世间朋友是一个一个。